沙炒黄色。道地客家腔指导如何料理客家菜，她是黄菊枝女士。她是餐厅第一代掌厨的，像是指挥官，盯着儿子刘科成，不能让菜色走味。你炒好了哈，马上炒南瓜。说起客家私房菜，那是黄菊枝女士的专长，像是这道客家酸笋，金黄色泽，口感略酸，配碗白饭最对味儿。甚至颠覆传统，用南瓜取代苦瓜，炒咸蛋，甜甜咸咸，像初恋滋味儿。一道道客家菜叫人激赏。一道比梅子，让人跌破眼镜的是，黄菊枝不是客家人，结婚前她从来没有下厨过。当初嫁到客家村，语言不通，口味不合，做菜老是被嫌弃。我小姑说：“这个客家人娶男人的女儿实在不好带。” 3天2头哭着跑回娘家，婆婆的严厉，她很委屈，但也很感谢，因为她学到传统客家菜，也把不怕苦的精神复制过来。水来，客家人有请客，才有米酱肉，还是烧烘。黄菊枝珍惜每一位客人。10多年前，旧山线火车停驶，人潮不再，她却和儿子回来经营客家餐厅。只为了保存客家菜，纯粹就是想要把我奶奶那种客家菜的味道把它保存下来。我克服的怎样？每道菜客家菜煮起来就要叫隔壁邻居、亲朋好友都来跟我评鉴一下这个味道可以不可以。试了半年，总算开店，几样客家菜紧紧系着2代情。从铁路货运行转型为客家餐厅，保留客家香味，也把应景有韧性的特质传承下来。客家酸笋的耀眼金黄，南瓜咸蛋的创新惊艳，黄菊枝以客家情做调味，端上圣心客栈的招牌，也烹调出我的感动时刻。